继续来听到赛蒙老师来做穴位按摩养生36式哈。给俺的第16式之前呢，有一点预备动作哈。预备动作就做个40公分高的灯的哈，速度控压，双绳侦测沿着看条线。最主要都要注意脚太推同小推要90度哈，安尼唔会影响脚部的个血液循环啊。16式呢就提耳正气哈，提耳哈，那就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哈，沿着个耳尖哈，1、2、3、4、5、6、7、8、9、10哈，个左右1、2、3、4、5、6、7、8、9、10，个向下边哈，1、2、3、4、5、6、7、8、9、10啊，也个都各做36次哈，还有正气哈，正气都有2个手掌哈，1、2、3、4、5、6、7、8、9、10、11、12、13、14、15、17、18、19、20哈，本同样做36次啊，也个耳朵哈。耳孔有差不多100个穴道哈左右哈，一个位置同俺的对俺的全息哈，像脚带同样哈，有的反射区一个都多边都也都头啦，也都脚所以俺的不时的做个耳朵哈，这个拍打还是往上提，往左边往下面提。让耳朵因为耳朵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烫到东西，手烫到会去摸耳朵因为耳朵的它露在外面哈，所以一个温度会大，俺们都可以用那个穴道按摩来增加俺的耳孔的这种血液流量另外俺们来做个搓耳忘忧哈，搓耳忘忧就会用个中指跟食指哈，提下耳孔的条线后背哈，来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哈，安尼有时间呢都做36次。或者呢72次哈，无到108次都可以哈。也个忘忧哈，因为俺呢有个不好的哈，就是不好的消息啦，或者伤心的事情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可以搓这边哈。然后呢，假如家里面有乳香哈，乳香是非常好的这个精油哈，它有100多种元素，那我们可以涂在耳朵前后可以耳朵前后可以忘记忧愁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缓解忧伤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再来做这个掏耳通穴掏耳通穴我们是用这个食指食指在我们的耳孔就好像我们在掏这个耳屎一样这样子掏还有这个中间这里也去这样弄一弄，然后只要有碰到这个比较酸痛的地方你就这样子搓一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耳朵的这个按摩使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畅通那也可以用捏的掏捏最主要是掏这边里面像这个地方假如会痛的话，我们就多掏几下，多按几下换个位置上中下上中下然后这边这边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食指去掏，然后让我们的耳朵的血液循环可以畅通。这样的话，因为耳朵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射区，就像我们的脚底脚底也有反射区，
它有两边加起来大概100个穴道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加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那我们再从头复习一下提耳正气提耳正气就是用拇指、食指捏着我们耳尖拉1、2、3、4、5、6、7、8、9、10个左边右边1、3、4、5、6、7、8、9、101、2、3、4、5、6、7、8、9、10个正耳正耳就是一个两个手掌安尼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个就搓耳忘忧搓耳忘忧就用个食指中指来耳讲的头前后背双下安尼移通3、4、5、6、7、8、9、10可以做36次个掏耳掏耳就是用这个食指在我们的耳口这边比如说我这边有点痛我就这边按一按然后底下按一按，左边上面还有外面外面都可以就好像用掏的动作然后去碰到有酸痛的地方，你就按一按这样可以缓解这个疼痛那我们这个3式都是耳朵因为耳朵也蛮重要一般年纪大以后，耳朵的听力都会衰退那耳朵跟肾经也有关所以平常不要去熬夜然后我们早一点睡觉让我们的细胞可以然后就是细胞在这个动作可以按摩动作增加这个我们的耳朵的能量尤其那个正耳正耳还有搓耳，你可以加上乳香精油然后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搓耳的效果还有掏耳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维护耳朵健康的一个穴道按摩那我们这个16、17、18式3式都是耳朵的动作那耳朵我们也非常的然后我们提耳提耳1、2、3、4、5、6、7、8、9、10然后1、2、3、4、5、6、7、8、9、10 1、2、3、4、5、6、7、8、9、10个搓耳1、2、3、4、5、6、7、8、9、10個掏耳掏耳個重要因為那個通常咧可以將個耳孔或酸痛的地方按摩將來個入邊都會有88痛的就可以搓一搓按一按。好要注意那個耳朵的維護保養那個通脹呢就幾好所以呢16、17、18式呢那個3式都針對那個耳孔耳孔的穴道按摩你有時間可以按呢按呢捏一捏就反正讀到個痛的所在呢你都按摩旋轉捏一捏，這樣我們就可以保養耳朵因為耳朵的聽力也很重要那我們現在就要3式以後，我們會做收功收功就兩隻手放在肚臍頭前做個腹式呼吸調氣1、2、
2、3、4、大家做的改好哈，今晡日安尼都做到呀，什么呢？